4件5折，3件6折，2件7折。600蚊嘅雙白買唔到，買到299嘅 VL Core Classic， 呢個都有 stand 啊，300蚊左右，非常之火嘅呢個復古跑啊，折後350左右。現場咧仲見到一對，我第一眼我覺得係 New Balance， 4.5 折之後咧就450蚊 Balenciaga 嘅皮帶版，又係350。如果係女仔嘅話咧，我非常之推薦呢對啊，身高原價799，折上折嘅話250之內啦。嗱，我發現咗隻好型嘅鞋型就係呢對啦 ，LB Star Cushion。450蚊可以落袋，肥佬版嘅 Stan Smith 折完之後咧450 ，Superstar 折完之後咧280，聽嘢同款嘅平替 Outlet 都有，折後250，買嚟做雨鞋都正，3隻。睇下我發現咗對名 Bape 同埋 Adidas 聯名嘅 Stan Smith， 中底咧仲要係做夠㗎，個鞋底係咁樣嘅喎 ，Just for girl， 男士拜拜，4.5折330，喂，送俾女朋友抵玩啦！呢對我覺得我女女會中意啊，真係166 DOA 鞋帶嘅小朋友鞋啊，225，哇呢個抵玩，小朋友着會超方便。見到件好型嘅標皮，呢個地方改成 MEDM 都得㗎。黑面藍底雙拉鏈450蚊唔使。呢件就係睇下幾錢先，300蚊，青青衣嘅料啦。This logo is cool， 好試下佢先。我現場見到件古尖筒裙，200蚊出頭，試下先。小包包90幾蚊正，呢個皮都可以啊，唔係嗰種甩色皮。呢個袋正啊，折上折嘅話100蚊出頭。嚟姊妹們，如果係我咧，我就兩個都買，送俾老婆梗係兩個都買㗎啦。花包仔咧，全部都係參加活動㗎，所以咧，如果你揾唔到湊單，求其執一個細包。COS 啊，有個好正嘅雲朵包，後邊仲有隻細袋嘅喎。呢隻袋 OK 喎，嗰啲 sport girl 啊，或者啲 hot girl 咧，好啱啊！嗰啲料咧好得意啊，係嗰種好柔軟嘅金屬面料。各位仙女姐姐，中意邊個？話我知，活動價之後80蚊，再俾你哋睇下。嗱，呢個非常之產千挺啊，而且佢係雙拉鏈。貼士，原來呢度開到夜晚11點喎，一直開到年28喎。唔好理咁多，我哋去睇下 Nike 有冇筍嘢。2件以上就6折。見到件好特別嘅面料，大家睇下。佢係呢啲咁樣一格一格一點一點㗎。大帽287。我見到件好型嘅馬甲，佢入邊呢層超厚383。非常之青春嘅顏色啊，680嗱 OK 喎，全壓膠嗱，拉鏈位都係壓膠嘅，試下佢先。我發現咗件 vintage 啊，試下先。如果呢個位置咧印多個 Supreme 上去，佢就係 Supreme。你講呢對得意啊！呢對 Jordan 入邊係假面，仲有個紅色，但係呢個紫色就哇呢對都好得意啊！82蚊，而家小朋友就幸福嘅300蚊，400蚊。其實我覺得呢對幾好睇嘅，簡簡單單400蚊呢對都幾特別喎，壓嘅喎，但係冇藍碼全女碼。俾大家睇下呢對，啲皮咧就會比較軟啲，唔會着得好辛苦，360蚊。仲有呢對配色咧都好 young 好清新啊，420蚊。Off-White 聯名啊，800蚊。Hot Dog Shoes， 哇呢對黑武士正，650蚊左右。今年着咩鞋？梗係要着對紅色嘅噴啦，Dog 嘅聯名啊，雖然佢唔係
499嘅 V2K 折後300蚊，配色比較特別嘅 V2K 啊，折完之後300蚊，幾型下嘅燈籠啊，360蚊。廣佛奧萊終極總結。如果你淨係對比 Nike Adidas 嘅話，萬國嘅款咧會更加多、更加好睇，但佢要滿4件先至可以5折。佛羅倫薩嘅話，滿2件就可以4、5折啦，折後價其實大家都差唔多。總體嚟講，佛羅倫薩更加大，品牌更加多，慣就梗係好慣過萬國噶啦。但係咧，交通不便，你一定要開車去。萬國嘅話就喺廣州嘅鬧市中心，你落樓行2步就到啦。萬國嘅呢一個門，我哋行過去馬路對面，行到過嚟路口就會見到佢嘅牌噶啦，福利彩票嘅斜對面。咦，見到未？大隱隱於市啊，呢啲叫食佢。卜卜脆，1.5T 啦，佢個葱係冇腥味，爆胃嘅。哇，飽晒。